馬交影藝新思維微電影拍攝支援計劃成果首映會。電影唔係靠錢堆出嚟嘅，原來電影唔係淨係大製作先得嘅。我哋講創意唔係淨係講未來，可以係承先啟後，可以係將我哋過去嘅經驗，將佢嘅某一段歷史、一個時代嘅記印，可以表達出嚟。但係你需要做好多嘅研究去推敲，好嘅編劇有創新，但係亦都會有成全。所以我希望大家各位年青朋友喺呢個時代嘅洪流嘅衝擊底下唔使驚。我哋係一同欣賞係屬於澳門青年嘅原創微電影，感受本土影藝創作嘅生命力。馬交影藝新思維微電影拍攝計劃呢，係我哋嘅潛能宗旨，培育人才嘅一個實踐。希望燃點每一位有志者電影夢嘅朋友，令佢哋對電影充滿熱誠嘅澳門青年，敢於創作，勇於表達，用微電影講好澳門嘅故事。喺呢度，我要向所有參與本屆計劃嘅製作團隊每一位學員致最誠摯嘅謝意同埋祝賀。電影係光影嘅藝術，亦都係文化嘅載體。展望未來，黃德堂區創意產業促進會將繼續深耕本土文創嘅培育，持續優化課程內容，緊貼行業嘅發展，令到馬交影藝新思維不斷創新，薪火相傳。馬交影藝新思維微電影拍攝支援計劃。